大家好，歡迎收睇 GNG 生活日常。太古廣場喺2025年嘅10月15號到30號舉行咗一個名為 Render and Wonder 嘅藝術活動，擺放咗幾個香港藝術家嘅作品喺星街小區各處，並且有印章收集嘅小玩意。趁我哋漫步欣賞藝術品嘅同時，或者我哋回顧一下呢一個小區嘅歷史啊。日月星街係指灣仔嘅日街、月街同埋星街。呢一個區域咧，曾經係香港電燈嘅灣仔發電廠所在地，亦都係香港第一座嘅發電廠。發電廠喺1889年落成，並且喺翌年開始供電。最初係用蒸汽發電，其後就改用柴油。早期供電嘅範圍咧係集中喺中環，自1910年起，供電範圍就擴展到西環同埋山頂。逐漸因為不敷應用，於是港燈就喺1913年興建北角發電廠，並且喺1919年嘅夏季正式取代灣仔發電廠，完成咗灣仔發電廠嘅歷史任務。原來星街除咗係附近香港首間發電廠之外，仲係香港首個墳場嘅所在地。歷史咧可以追溯到去1841年開埠嘅初期。當年好多英國人嚟香港貿易經商，因為唔適應香港嘅氣候，感染咗疫症而死亡。於是英政府就喺灣仔嘅星街同埋聖弗蘭士街一帶建立咗第一座公眾墳場。有人喺萬茂公園咧揾到一塊疑似墓碑，懷疑就係以前墳場嘅遺跡。其後因為呢一個公眾墳場壓滿，先至喺1889年移師到去跑馬地興建香港墳場。呢一度嘅街名咧，聽講係取自《三字經》之中三光者日月星呢一句說話，寓意就係前身嘅發電廠提供電力為地區照明。而呢一區咧，亦都係太古嘅重要戰略地段，分別前後起咗5座商業大廈。除咗喺1988年同埋1991年落成，簡稱 PP 嘅太古廣場1、2期之外，喺2004年太古由金鐘伸延到去灣仔嘅皇后大道東，興建太古廣場第3期。而最新嘅2期咧，分別係2012年嘅 PP5 同埋2024年啱啱落成嘅 PP6。而太古咧，亦都花咗好多心思去提升周邊地區嘅格調，成功將日月星街打造成文青社區，聚集咗好多型格嘅咖啡店、精品店同埋藝廊。PP3 行人通道嗰一層呢，就會有一個 counter 可以攞到一張印章收集卡。但係咧，要攞到呢張卡咧，就先要下載太古廣場嘅會員 App， 成功登記一個賬戶，並且 log in， 咁先至可以攞到呢一張卡嘅。首先我哋睇到嘅第一個作品咧，就喺 PP3 嘅地面層。呢一個畫作咧叫做 The Moon， 就係由利志達所繪畫嘅。呢個 backdrop 咧並唔係成幅畫嘅全部，而只係一個截圖嘅啫。完整嘅畫作呢，我哋會喺之後可以再見到㗎。而第二個作品呢，就係呢一隻好似 Snoopy 咁樣嘅狗雕塑啦。作品嘅名稱呢，叫做花樣小狗 Flower Puppy， 創作者呢係劉建文 Michael Lau。而小狗頭上嗰個牌呢，唔知係咪特登將 flower 嘅字母重新排列過。而第3個作品呢，就喺 PP3 嘅戶外嘅地方。呢個作品呢，亦都係 Michael Lau 所設計，名稱呢就係 Tattoo。但係呢，佢其實身上呢完全冇 tattoo 嘅，反而佢係似一個未完成塗裝嘅泥公仔，放咗喺一個巨型嘅玩具包裝盒裏面。當我哋行到去星街呢，就會去到一個畫廊。裏面展出咗一系列號外雜誌嘅封面。號外嘅封面設計咧，可以話係雜誌界裏面數一數二出名嘅攝影作品。
就好似香港版嘅 Time Magazine 一樣，被邀請做封面嘅呢，都係當其時最注目嘅代表人物。另外，我哋亦都會睇到一啲李志達嘅其他畫作，包括係頭先 Backdrop 嘅完整版畫作。過一兩個鋪位呢，就係另外一個視覺藝術嘅作品。作品就係由夏永康所創作嘅 Sage。PP6 嘅地下呢，重製咗一個寶華大廈嘅鐵閘，重現返重建之前寶華大廈嘅門面。呢個作品呢，就叫做創玩米高之愛，創作者呢亦都係 Michael Lau。最後嘅作品呢，就係呢兩幅 Michael Lau 嘅油畫，一幅呢叫做零散思緒，另一幅呢就係擁抱內在的橙。吸齊咗所有印章之後呢，就會得到一張附近餐廳嘅10蚊優惠券。關於太古廣場呢一個藝術活動嘅介紹就到呢一度啦。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歡迎讚好、訂閱、留言。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拜拜。